一位住喺西班牙嘅婆婆，終年117歲。佢嘅長壽秘訣就係每日食3杯壞咗嘅奶。唔係啊嘛？食壞咗嘅奶都會長壽，定係壞咗個腦啊？大家好，我係力高，歡迎收睇幾分鐘變專家。冇錯，今日我哋就分享一下關於呢啲壞咗嘅奶。佢有一個專有名詞叫做乳酪，係咪即刻明白晒呢？仲覺得好養生添。乳酪不嬲俾人印象係健康食品，不過我對佢就有好多疑問。點解超市成排貨架，有啲賣幾蚊，有啲賣幾廿蚊呢？點解乳酪明明係健康食品，入邊又會有咁多糖嘅？糖尿病食唔食得㗎？希臘乳酪同普通乳酪有咩分別呢？除咗價錢名貴啲之外，係咪因為入邊啲菌識講希臘話呢？仲有，究竟要點食？空肚當早餐食，定係要食飽先至好食啊？正所謂明就明，唔明就解釋到你明。今集我哋由頭到尾徹底了解下乳酪。要了解乳酪，首先要返去幾千年前嘅中亞大草原度睇下。嗰陣時啲游牧民族生活好樸素，佢哋冇雪櫃，亦都冇便利店。佢哋騎馬出遠門，會用馬嘅胃做袋，裝住啲新鮮牛奶，方便佢哋邊行邊飲。大家可以想象下當時嘅情景：喺夏天超過攝氏40度嘅環境底下，啲奶喺馬胃袋入邊，跟住啲馬蹄聲滴滴答答咁蕩下蕩下，馬胃袋入邊殘留嘅胃酸同埋細菌就開始同啲牛奶發生化學反應。過咗幾日，打開個馬胃袋，見到啲奶變咗半固體，陣味仲勁過家陣旺角啲公廁。如果係你，可能第一時間就抌咗佢。但係唔知邊個，唔知為咗啲乜嘢原因，竟然試咗一啖，仲覺得哇正喎！呢個就係人類發現史上第一杯乳酪嘅故事。所以乳酪嘅起源其實係一場極度唔衛生嘅意外。到咗1905年，有個保加利亞留學生叫做斯塔門格里洛羅夫。呢位仁兄當時喺瑞士讀緊醫。有一次，佢由老家千里迢迢帶咗一罐老婆整嘅乳酪返去實驗室。喺顯微鏡之下，見到一條條好似棍仔嘅嘢喺度喐嚟喐去。經過無數次研究，就發現呢啲棍仔就係令到牛奶發酵變酸嘅主謀。當時佢嘅教授馬索爾見到都嚇一跳，即刻聯絡當時諾貝爾得主梅契尼可夫教授。呢位攞諾貝爾醫學獎嘅大叔當然唔少料啦。佢攞獎嘅原因係因為發現我哋身體有一種細胞叫做吞噬細胞，將外來入侵我哋身體有害嘅細菌消滅。個情形就好似食鬼呢款電子遊戲咁，將細菌吞落肚。但係呢啲吞噬細胞有一個唔會去嘅地方，就係大腸裏邊。點解唔會去呢？因為大腸壁膜就好似一道圍牆，隔住咗呢度嘅空間。二來嗰度太過污糟邋遢，入完去又冇地方沖涼，咁你話點算呢？所以大腸內就好似九龍城寨，一個三不管嘅地方，裏邊充滿各式各樣唔同嘅細菌。我哋統稱佢為腐敗細菌。因為大腸內空間有限，就好似住喺城寨裏邊咁，各種腐敗細菌會互相制衡之外，仲會幫手處理食物殘渣中嘅蛋白質。如果冇佢哋幫手，啲殘渣就會變得好堅硬，我哋就好難將佢排出體外。不過代價就係佢哋喺處理蛋白質嘅過程中，會產生氨氣及微量毒素。氨氣會令你放屁，微量毒素就會經血管入咗你個肝，由肝臟幫你化解。但係當身體大量毒素，肝臟加班都解唔切毒嘅時候，呢啲毒素就會隨住血液流遍全身，令你加速老化、皮膚變差，甚至生病。各位，問題嚟啦，點解毒素會增加呢？就係你食咗太多蛋白質，即係餐餐你都大魚大肉。呢班腐敗細菌就會產生鹼性極高嘅氨氣，呢啲氨氣令到大腸內變成鹼性嘅環境。鹼性環境就係腐敗細菌嘅樂園，佢哋會瘋狂咁增加數量。成件事好簡單，你越食得多蛋白質，
就會令到腐敗細菌生產更多氨氣同毒素，結果係你放屁嘅次數越嚟越多，兼且越嚟越臭，同時你身體上積聚嘅毒素就越嚟越多，直到教授發現呢啲棍仔嘅用途會喺腸道內產生乳酸，令到大腸內嘅環境由鹼性變成酸性，咁樣就可以令到大腸內嘅腐敗細菌冷靜，正正常常咁繼續為我哋服務。自此之後，佢除咗幫呢啲棍仔改咗個名叫做保加利亞乳桿菌之外，仲提倡每日要食用乳酪，用嚟保持腸道酸性環境，從而令到身體健康。由嗰陣時開始，呢啲壞咗嘅奶就正式洗底，由邋遢嘢變咗高級養生食品。就係咁，食乳酪養生呢個風氣就蔓延開去啦。既然有諾貝爾獎教授加持，大家當然想買翻杯試下啦。不過當你行入超市，見到貨架五花八門，除咗選擇困難症發作之外，究竟點樣揀先唔會中伏呢？揀乳酪唔同揀老婆，首先唔好睇個包裝印得幾靚，最緊要睇後邊個成分表。如果見到一大抽你讀都讀唔出嘅化學名詞，呢啲唔係乳酪，呢啲係人工合成嘅化學元素。事實係廠家為咗幫乳酪化妝，將本身稀溜溜嘅乳酪加大量嘅增稠劑、果膠、改性澱粉同埋香精，變到結撻撻，口感好似好豐富，其實你係食緊化學合成品。仲有乳酪發酵完本來就係好酸嘅，廠家驚你哋怕酸，就瘋狂加糖加甜味劑，結果你以為食緊健康嘢，其實係食緊一杯充滿化學成分嘅糖水。記住，最理想嘅乳酪成分表應該只係得兩樣嘢：奶同埋菌。如果見到營養標籤上每100克有4至5克糖，嗰啲通常係牛奶自帶嘅乳糖，唔係廠家後加嘅糖，咁就最 perfect 啦。喺乳酪嘅包裝上，除咗成分表之外，經常見到希臘呢兩個字，英文即係 Greek yogurt。究竟係咩嚟嘅呢？同普通乳酪有咩分別呢？分別就係佢多咗一重工序叫做過濾，將乳酪裏邊嘅水分，即係乳清隔走，大約要用3至4杯奶先濃縮到一杯希臘乳酪。佢質地好似軟雪糕咁，蛋白質含量極高。100克希臘乳酪就等於食咗1隻半雞蛋，或者40克瘦肉嘅蛋白質。對於想練大隻或者牙力唔好嘅老人家，簡直係恩物。又因為過濾咗水分，大部分乳糖都跟住水走晒，所以糖尿病同乳糖不耐症，即係一飲奶就肚屙嘅朋友，食呢隻就最穩陣啦。但係大家買嘅時候都要打醒12分精神。如果見到包裝寫住希臘式乳酪，英文即係 Greek Style Yogurt， 多咗個式字，成件事就唔同晒。只係用普通乳酪，再加澱粉、果膠，變成好似經過過濾工序，將乳酪變得結撻撻嘅質地。你以為食緊高蛋白，其實係食緊扮希臘嘅化學漿糊咋。講咗咁耐，我諗大家識得點樣選擇乳酪。不過仲有一個最爭議性嘅問題，究竟要點食用呢？好多人習慣朝早一醒就聽黎明話唔會空肚食早餐，所以就諗住食杯乳酪打底。但係呢個唔好講嘅係，乳酪其實都唔好空肚食啊。個原因就係乳酪入邊最值錢嘅係益生菌，但係益生菌係非常之咁身嬌肉貴。佢哋最驚就係你胃入邊嘅胃酸。當你空肚嘅時候，胃入邊冇嘢消化，胃酸嘅 pH 值可以去到2或者1。喺咁高嘅胃酸濃度，如果你呢個時候將杯乳酪吞落去，啲益生菌就好似中咗化骨綿掌咁，未去到腸道就已經全軍覆沒，化晒喺你個胃入邊。所以建議大家食乳酪嘅時間，最好係飽肚或者係餐與餐之間，當係下午茶咁食，因為嗰陣時胃酸已經俾食物稀釋咗，咁啲益生菌先可以順利進入大腸開工。又有人問，乳酪太凍啦，可唔可以加熱佢呢？如果你係因為驚凍，
想將乳酪擺喺室溫回一回溫，係絕對冇問題嘅。但係如果你諗住將佢加熱，又或者放入微波爐叮下佢，咁你就不如唔好食啦。因為益生菌加熱超過咗60度，就會去晒買鹹鴨蛋。雖然有研究話菌絲對腸道有少少幫助，但你買嘅乳酪就係想啲菌生勾勾啊嘛。所以乳酪可以凍食或者常溫食，千祈唔好將佢哋加熱。最後，患有糖尿病嘅朋友點樣食先最正呢？我頭先講過，要揀無添加糖嘅原味希臘乳酪，但係原味事實係好酸，好難入口嘅。咁我就推薦你可以加入少少藍莓、草莓呢啲低 GI 值，即係升糖指數低嘅水果，同埋加埋少少冇調味過嘅果仁，因為果仁入邊嘅油脂可以進一步延緩血糖上升。藍莓又有抗氧化效果，咁樣食唔單止好味，仲可以將乳酪嘅養生功能再提升1倍。仲記唔記得我哋開場嘅時候講過嗰位117歲嘅西班牙婆婆？佢個名叫做 Maria Brañas Morera， 佢係人類史上最長壽嘅人之一。佢除咗每日食乳酪之外，喺佢臨終之前分享咗一個真正長壽秘密。佢話長壽係源於秩序、寧靜，同家人朋友保持良好關係，仲有最重要嘅一點，遠離壓力，遠離毒素，同埋遠離嗰啲對自己唔好嘅事同埋人。聽完婆婆講，我發現原來養生同整希臘乳酪一樣，重點都係在於過濾。我哋要過濾身體嘅毒素，更加要過濾走心入邊嘅煩惱。喺大城市生活，我哋更加需要呢種生存智慧。喺度送首宋代無門慧開禪師所作嘅詩俾大家：春有百花，秋有月，夏有涼風，冬有雪。若無閒事掛心頭，便是人間好時節。聽我講，一齊記硬，唔好理咁多嘢。多謝各位收睇呢一集。喜歡呢條片，記得俾個 like、subscribe 呢個 channel， 同埋撳埋個鐘仔。我係力高，我哋下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